Hello，大家好。呢集最後3分鐘要講嘅係四心裏邊嘅愛心。除咗要知愛心呢個名之外呢，我哋仲要知愛心嘅定義。首先呢，佢嘅定義呢可以咁諗，就係一個愛接緣嘅圓心位置。咁而要知個愛接緣呢，我哋就畫到個圓形，再利用到圓形性質去記佢嘅定義嘅。就圖中所見呢，會見到一個外面嘅圓，我哋叫外接緣，呢個位置就叫做愛心。喺圓形性質裏邊呢，我哋會留意到呢，就係圓心位置同每一條弦都係圓心自弦嘅終點垂直弦。當中提到兩個重點嘅字，一個叫終點，一個叫垂直啊。即是呢，我哋準備要畫到嘅呢，就係3條垂直且平分嘅線呢，其實就揾得到個相交點位置呢，就正係愛心噶啦。嗱，而家示範畫一次愛心俾大家睇啊。首先 BC 嘅垂直平分呢，我首先揾呢個圓，呢個叫做終點啦。咁而家呢個呢，就叫做垂直線。咁呢個就第一條垂直平分線。再喺另一條 AC 上面揾終點，做一條垂直線。好啦。咁即使呢，今次相交點嘅呢個位置呢，就係呢一題嘅愛心位置。咁其實剩翻呢最尾呢，綠色呢度嘅終點 AB 終點垂直線，你望唔望到都會穿過呢度啊？所以呢，紅色位置呢，就係呢一個三角形嘅愛心位置。而啱啱示範嘅過程呢，就喺公開考試呢，你想由一個三角形乜都冇到畫得到愛心呢，就係畫3條垂直平分線就做得到㗎啦。而剛才提及過嘅垂直且平分，正就係公開考試必要用到嘅技巧嚟嘅。就係講緊嘅就係我哋要計嘅就係平分位置，亦即係先計佢終點坐標位置，即係呢個藍色終點坐標啦、紅色終點坐標同埋綠色終點坐標都有機會要計其中一個嘅。咁另外提到垂直呢，就會利用到斜率之間相乘等於負1。而當中呢，舉其中一個例子啦，到其時唔知佢計邊個㗎。假設我哋呢先計嘅就係 A 同B 同 C 中間嗰個終點，我哋叫 M。佢嘅外心假設叫做 Q。咁我哋就會知道呢，而家藍色呢條線必定同藍色嘅呢條線垂直。咁我哋就會話呢 M 呢個 MQ。乘以 MBC 就會等於負1。咁佢有機會計另一樣嘢，有機會喺紅色嗰邊計嘅。若果佢俾個坐標俾咗 A 同 C 俾你呢，就有機會計佢哋嘅終點，亦即係 N 嘅位置。而我哋就會睇到呢 NQ 呢條線會同 AC 係垂直，即使佢係有機會計斜率 NQ 乘以斜率 AC 等於負1，就是但會計一樣嘅。咁當然啦，我唔寫第三個呢，就係佢有機會利用到綠色呢兩條線互相垂直嚟計當中嘅其中一啲未知數嘅。而去到最後公開考試選擇題呢，會問究竟愛心喺三角形嘅裡面啦、外面啦，定還是線上邊？嗱，而今次呢種類型嘅題目喺公開考試呢，係3個情況都有機會嘅噃。大家都可以試下畫3款唔同嘅三角形，有鋭角三角形啦、直角三角形啦，同埋鈍角三角形。呢3個情況分別你都畫一個外接緣出嚟，你會發覺嘅就係鋭角三角形圓心喺三角形裏邊，直角三角形由於呢隻係直角，咁即是半圓上的圓周角話俾我聽呢條係直徑，所以呢個圓心亦即係個外心喺三角形上邊。而去到最後呢，呢個一個鈍角三角形細啲扁啲嘅呢個鈍角三角形，畫到呢個圓形呢個圓心原來呢發覺呢喺三角形外邊嘅，大家都可以分別畫3個唔同三角形，再畫佢嘅垂直平分線。嗱，我講多次，垂直且平分。另外呢個垂直且平分，你就揾到佢嘅外心位置㗎啦。咁另外呢個綠色線，呢條綠色線垂直且平分。另外紅色線垂直
且平分，你就會發覺呢，今次個外心喺三角形外邊㗎啦。好啦，即將呢，我就會試其中一題，就係2013年第43題。首先我哋就畫咗 O 啦、A 同 B 嘅位置。嗱，正如剛才提到啦，由於呢個係一個直角三角形嚟嘅，我哋畫到嗰個外接圓啊，外接圓嘅圓心應該呢，就喺佢嗰個半徑上邊。由於係直角三角形呢， OB 正正就係佢嘅直徑，所以呢，佢嘅圓心位置嘅坐標呢，亦即係外心呢，我哋就可以用終點定理去揾。題目就話淨係想問 y， 所以呢，我就將0+12除2，答案 A 做完㗎啦。好啦，另外會試俾大家睇嘅就係2022年第41題。首先就畫咗個圖落去。由於題目又係問外心，咁我呢就會畫翻個外接圓出嚟。嗱，由於又係今次係直角啦，所以呢個圓心位置呢又係喺正嗰個 AB 上邊嘅。好啦，個圓心坐標呢，我就將 B 嘅 x 位置同 A 嘅 x 位置相加除2，同樣都將個 y 嘅位置相加除2。有咗個外心之後呢，由於外心係喺呢條線上面，所以我就直接將呢個坐標代入去當中嘅 x 位置，同埋代入去個 y 位置，其他嗰啲我就照抄。代入咗之後呢，咁我開始計算啦。由於題目最後呢係問 A 比 B， 亦即係想問嘅係 A over B 嘅答案，所以呢，我呢邊保留翻 A over B， 將個 B 除咗過嚟，咁我8保留啦，除翻15，咁嘅答案呢就係 A 啦。最後同大家分享埋2023年長題目嘅 A part 都有提到外心嘅。要做到呢題，首先要畫基本嘅資料畫圖。P 唔難畫嘅 ，Q 唔難畫嘅。由於佢講到 OQ 係大三角形 OPR 嘅中線，所以呢個呢就畫得到。再高少少呢個位置係終點，因為 OQ 係中線。畫圖嗰度你哋慢慢諗啦。然之後佢就話呢 G 係外心嘅位置 ，G 係外心位置呢，我就畫咗2次個垂直平分線。綠色嗰度畫埋垂直先，好，畫咗2個垂直平分線揾相交點。繼而呢，藍色呢個垂直係特別靚㗎。我假設開頭亂咁設 G 做 MN， 隨便一個坐標 ，N 係終點啊嘛 ，N 係終點唔難計。而由於呢，佢哋2個垂直嘅藍色呢2條線垂直啊，所以應該得到個結論呢，就係 G 呢個坐標呢，已經知道同 N 嘅坐標有關係。如果 N 嘅坐標係25.0，上面 G 嘅坐標呢，呢個都係25，因為呢，佢喺佢圓錘高度上邊啊，而後邊呢個 N 就未知。嗱，大家慢慢消化呢個內容啦。而另外我用到綠色呢邊係垂直。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外心同 Q 形成嘅斜率就同綠色呢條全條線形成嘅斜率等於-1。我唔花時間揾 R 啦，因為反正 Q 已經有嘛，咁即係 PQ 嘅斜率應該一樣嘅，咁我呢度改佢啦，我呢度用 PQ。好啦，一般我嘅習慣呢都會將嗰啲坐標寫翻落嚟先嘅，因為呢度太多資料啦，咁我再一次過寫翻2個斜率出嚟。好啦，代咗啲坐標會落去呢，寫咗呢條公式之後呢，我哋個目標計啲咩就叫計完呢？嗱，由於我哋已經知道佢 x 位置係25，只要計到個 n， 以 t 表示就做完㗎啦。好，逐步做落去。第一步，首先就普通換算啦。做完第一步之後呢，再做換算落去呢，我就將佢分子乘分子。呢2個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咁就做到呢步落去㗎啦。再做落去嘅，將個分母-126乘個對面。由於我最尾要計 n， 我再 n 做主項啦，我想 n 做主項，我將個 nt 擺個對面，最終除埋個 t， 咁就呢題正式做完㗎啦。嗱，總結，關於外心呢係垂直平分線。所以一定呢會用到終點，呢度見到計個終點，亦都會用到垂直，所以呢度有垂直嘅公式。
呢度都有垂直嘅公式，用咗2次垂直㗎。到其時你未必好快判斷到用邊2條線垂直，有機會呢度有3對嘅垂直線，你有機會逐個試。今次我就揀咗藍色，因為藍色咧直接知道呢個係圓垂線。另外用到綠色，因為曾經提過 R、Q 同埋 P 嘅關係，用晒呢2樣嘢，最終就會做到嘅。大家慢慢參詳下啦。最終記得啦，一定要用到終點同埋用到垂直嚟計嘅。